而最後第4個步驟咧就係防曬啦。係啦，頭先提過啦，防曬係表皮護理嘅最後一步，對皮膚嚟講係好重要嘅，因為紫外線咧係會令我哋皮膚有光老化啦，甚至乎咧會有皺紋啦、色斑啦，咁所以揀一支咧好嘅防曬係好緊要嘅。而我手上呢一支防曬咧，佢就係嚟自貝嘉文嘅一個50度嘅防曬啦。佢咧非常之方便，面同埋身體都可以用到，而且咧佢係化學性同埋物理性嘅防曬混合版，所以咧佢係非常之全面地咧幫我哋將全身嘅皮膚咧做到一個好好嘅保護嘅。呢個日常用仲方便啊，我日日用㗎。係點解咁方便咧？因為佢本身咧係一個20度嘅防曬，但係咧佢有埋肉色，有埋膚色。可以咧當埋一個咧粉底，但係入邊亦都有足夠嘅營養去做翻一個抗衰老，所以我哋直接搽呢一個面霜，再加防曬就可以出街啦。用咗咁多年都冇薄冇紅，而且個皮膚咧仲會越嚟越好添，有呢一個改善皮膚嘅功效。有客仲覺得係用完係唔係講緊用緊白淨咗喎，係洗完面佢都覺得係白淨咗1度喎。因為佢係有埋抗衰老嘅效果㗎。百里路送。抗氧化首選，護膚防曬化妝一剔過，好似化咗一個裸妝嘅效果咁。